市民信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信声》节目。距离总统甲立委的选举只剩2个多月，各种的选举的消息是愈来愈多，而且一寡攻击对手的传闻也是不断，互选民呢真正是看甲雾煞煞。所以咱市民信声吼，伫个进前都有邀请到吼，咱的台南市一寡立委到咱节目当中来说明因参选的理念。即摆呢，尤其是伫个第2选区吼，最近真正是非常的热烈啦吼。咱进前有邀请到一个无党籍候选人，今仔日邀请的这位呢，或是另外一位候选人，伊代表民进党，而且呢是要来竞选连任的现任立委。咱欢迎郭国文郭立委。咱的主持人易纯。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国文。是好，委员好啦吼，哇，足欢喜来上咱的节目。吼，因为最近咱就知影讲吼，这个选举愈来竞争愈激烈吼，恁第2选举真正是热烈滚滚。因为呢，咱最近就听到这些吼，一寡黑函呐，还是谣言呐，吼，不实的澄清，然后提告等等，民众安尼看到灰煞煞。吼，咱知影讲吼，进前你针对着对手对你的攻击，你有提出一寡吼澄清，你嘛有召开记者会，但是呢，媒体报道出来吼，可能较短，时间较短，有一寡咱的选民听袂啥清楚，所以今仔日吼，咱特别邀请到委员到咱节目当中，要好好来澄清，互咱说明呢，互咱的民众会当了解。我相信伫这个案件当中吼，咱首先来针对着最近你有去提过啊嘛吼，就是即个成功大学的博士论文这项议题。其实讲到这项议题，大概吼你拢互摕出来讲入，咱今仔日呢做一届，好好来甲做一个澄清，还咱请委员来说明。感谢易纯即届邀请吼，其实迄个成功大学的论文吼，我先讲即个选举一到吼，乌含一堆啦吼。那因为我的论文拢是伫选举的时阵，迄种提出来讲的吼。然后首先我必须讲，我对读册态度是安怎样啊？我其实伫读新大进前是读台大，我伫台大进前我大学并考了无好，我并无考掉大学，所以我是用同等学历去考掉台大。台大的时阵呢，迄阵我是伫工运团体，就社运运动团体内底去食头路，做专职的工课。那因为迄阵的上班的所在离台大非常的近吼，我感觉有机会去伫台大接受学术训练，对家己嘛是一个真难得的即个机会。我就去考，去考掉了呢，其实伫台大即个研究所当中，其实互我训练不遮济啊。当然话人嘛讲，你学生你是迄个陈明通老师吼，是我指导教授。问题其实指导教授讲起来，并无去上阮的课啦，主要是上课拢是其他伫算政治学界内底相当有名，也是公法界内底相当有名。那政治学界大家知影徐介林吼，伊拄啊过身。那公法学界的廖怡然吼，廖教授，迄种足有名的教授。其实甲一般顶因迄个台大政治系、佮台大政治研究所的即个老师吼，顶塔都不止啊悬。我会感觉伫台大迄个训练对我来讲帮助真大，对一个公共政策的即个基本的思考训练，帮助我对一寡公共事务问题分析甲了解吼，相当有帮助。那我是感觉我做一个政治工作者，要加读一寡册，加读一寡册了后呢，互大家对公共事务甲人工有机会做决策，就提出即个建议的时阵，会当更加更较有品质，会有依据。嘛，因为安尼，我呢佮去报考吼，成大的即个吼即个政治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即个博士班。其实像阵政治经济研究所博士班迄阵吼，差不多将近有20个人去考啦。其实我是考掉就前5名嘛，出5名，我考掉我比你读。我嘛毋知影成大遐尔硬，成大的即个学分吼，不止啊济吼。有300学分之济吼，你该写足济报告，你看你该做资格考，资格考刷了，你该写计划书，你要写博士论文进前要先计划书，毋过你写博士论文进前的计划书，你要有资格考，你资格考无过，你连你的计划书你就袂当写。所以这计划书写出来了，你得爱个写博士论文。真正后我就读高中啊，读高中，其实是真硬斗嘿。这个过程当中吼，总是有一寡人会去来挑战讲吼，你迄个成大吼的论文安怎样啦？我讲一本论文来讲吼，我相信我的论文毋是讲有得奖的论文啦吼，你要来挑毛病吼，一定会当见到毛病的嘛。用一个注释无用到吼，哇，这个抄袭吼，咱这个安歹势，这无注意到，是参考书目吼，前后无共，因为咱有写迄个算研究计划嘛，研究计划有。你有预计可能会参考哪些书目？但是你写出来的有些书目，有些有参考到，有的没有参考到嘛。所以讲我也感觉讲吼，大家得来徛嘛，因为迄阵2018年的时阵，
黄伟特咧做选市长的时阵，我做伊政策总策划，讲起来我毋是候选人啊，结果着人去中央去王宏威啦，大阵仗开记者会，讲我的论文有问题，佮检举到为即个教育部去，教育部就要求成大成立学术伦理委员会，其实毋知成大较早就咧院级的嘛，嘛受人检举嘛，我就已经受过检验啊，讲好啊，含要来，佮检验一届啊，我嘛已检验一遍，是检验遐一遍可能少啦，全台湾买真正少，就成大检验煞了，2018年嘛一张公文互我讲我这不构成违反学术伦理嘛，嘿啊，所以成大就应该来证明啊，对，一定要证明啊，一定要证明。证明了，我就想讲大家选举可能会拄到这个代志。我就想讲按迄过去咱徛的所在我就想啦改的因为迄个伫学校内底本身，你的论文，你也感觉你有想要改的部分，因为迄是你的著作嘛，你得爱甲老师讲，老师就得签名，我家己签名，佮一个 mail 寄去互学校，安尼就可以啊，这就是我的著作，然后给学校好知影，讲我。改什么内容，新的内容好可以安尼。就对方就讲你这改的是咧篡改，你的篡改你的篡改的前提就讲你有所谓的这个虚拟不实嘛，你才需要篡改。我又没有虚拟不实，对不？我也没有抄袭，我干嘛篡改？陈大就已经告诉我说我这个没有问题啦。对，哎呀，我只是说。不要把那以前人家认为的瑕疵，把它所有修正而已。结果他就拿这个，然后等这个撒出来讲，佮查出来讲，讲出来了，讲我内底有抄袭的啥货，他就把什么引注，咱来写论文拢来引注嘛，引注就讲别人同款的题目，还是类似的题目，人的观点是啥货，你来引注伊的观点，了后呢，你无同款的观点当中，你提炼出来家己的想法甲看法。伫学术上这是一个对话过程内底，但是呢，你爱有一个引注，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学术，可能老师就安尼教，咱就安尼写，咱就安尼写，写出来了后，伊讲这引注拢是抄袭，那照引注拢抄袭，全台湾的这个论文内底有引注的拢抄袭。所以就无奈啦，选举到这来就无奈啦。因就用一个法律人看起来真专业的方式，写甲足严重安尼啦写甲足严重，实际是无啥物内容啊，嘿啊，就世界第一大动作第一个啦，嘿啊，好惨就天大地大代志。其实我感觉迄种是用法律人的尊严来作为迄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啦，嘿啦，我会感觉实在毋免选举选甲安尼啦。我讲我会感觉这真正选方真正足害所以讲我挡袂掉，我只好去过。去提过啦，对啦。所以这件代志来讲，成大方面已经有证明，你没有什么抄袭，你那个论文是 OK 的。那后来你是修改，这个也是合法合理的。对啊，那学校规定啊，然后学校的规定，那我得按照这个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去做一个调整嘛。调整的部分就想要撇面，想袂到人也要来徛嘛，是一直来徛当徛西啊。所以讲这其实是感觉足无奈。到这几工嘛是硬咧吵，硬咧吵。其实讲起来，论文喺上网就拢看会到嘛。我成大的迄个公文，我伫脸书顶头我嘛是有打。大家有兴趣会当去看。特殊讲成大的论文迄个。你也要修正所以毋是每一个研究生拢需要安尼修正因为大家毕业证书摕到就好我是想要用撇面我甲可能假搞啦，卖大家拢红家会出来讲啊结果大家等到个会出来讲，其实就无奈。对，所以针对的这个成大博士论文这个议题咱委员已经有说明足清楚啊啦所以成大嘛是甲证明这是无问题的啦所以这件咱大家都会当了解啊另外呢，可能你的对手嘛有讲你伫咧科别零贡献，拢无啥物贡献，无啥物建设。这安尼听起来可能大家感觉讲，这刚好可怜因为其实我们委员他有做了一本，他做的到底有哪些贡献？那其实这里面的东西呢，
我有去仔细看了一下哈。那我们的记者呢，其实也都有去采访有去翕，吼啊，这物件就是讲，真正是委员有认真拍拼去努力去催啦吼，去就是讲吼，就协调一些中央的官员时常下来开记者会啊，关心。那就我们所知道，就是常常就包括什么芒果啊，还有文旦啊，吼这样滞销或者是缺工缺水，委员让我可以到沙港，然后媒合让我们的东西可以销到日本哦，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然后另外有一些冷链加工中心啊，什么那些建设也都是有。所以针对西北没有贡献这一点哦，那么请委员来说明一下哈。我先讲一下，我这份迄个内底吼，对，这地图内底拢看就清楚。那个地图吼，对呀，里面哇，真的是做了很多。无工区就做物件，你这样讲啊。因为我选举区真正足大啦吼，我选举区吼，那是上届当兵民一般顶大家讲到是南华，吼迄个关山里内底有一个瑞丰国校，迄个瑞丰国校内底呢，其实有一寡学生囡仔无济，关山里的人要出去吼，拢无啥方便啦吼。现在出去无啥方便，就是因为迄个八八水灾了吼，一条路海去嘛，预算真悬，8000多万。就找无人搭倒用，我感觉讲，这个安那偏远的人，伊行路嘛有伊的权利嘛。就是讲，我着开几啊档的时间去来争取。不过8000多万已经无够，应该超过1亿啊。了后就是爱迄条路，好不容易今年10月要开始动土。斗前迄个一寡斗前啊，一寡工程边坡的处理，因为你路要做，爱先边坡，爱先填好起，路甲袂放去。迄拢已经拢做好啊吼。像你律师这上底东边，到上界西边的所在，上界西边的所在是国姓灯塔，国姓灯塔嘛是算讲咱的全台湾的上西边嘛，集西点就参像荷兰比是上南边，但是集西点的国姓灯塔讲起来，遐是真爬远的所在啦吼。迄阵我看到的灯塔吼，实在是真旧啦。这几档就当换做新的。顶头阁有7块板，代表7股的一个精神。那后壁面呢，我阁有争取1亿外经费，就是要做停车场啦吼。基本的设施像参像厕所顶啊，或者个游客当去变成一个新的观光景点啊。这就是溪北的建设啊，系啊。你也溪北的建设要为西边走到东者来讲，一寡治水的工程，像楼厝排水啦吼。讲起来，最近就阁有2、3亿个工程，陆陆续续要投入整治啦吼，也是迄个污染的整治，有当时也是溪岸整治，有当时污染的整治。那么，我咧一个讲吼，可能对听众朋友大家无一定会清楚，这讲的1点钟嘛无啥会到吼。上讲较重要，我爱处理的是爱处理迄几啊10档来无可能处理的，像有一个议定吼，议定的这个污水下水道吼。污水下水道的时阵呢，30几档无人处理。特殊讲工业区的污水，甲这个生活区的污水议定区，迄嘛足侪人哦。迄个污水下水道无人处理吼，公路塌的当时迄吼，佮有迄蛇吼，为这个马桶射出来安尼啦，系看偌恐怖。这30几档，迄真正吼，大甲精神衰弱啦，无人处理。找我的时阵，我嘛是了处理好势，但用做呢，而且污水下水道大计划当中，编起来是3.45亿。你讲无大建设，你这看袂到进步。看袂到建设，这嘛是建设啊。这是民生很需要的，很需要，而且是公共卫生嘛，嘿啊。像极东、极西，然后地下的工程这个都是我去处理的。那其实有一些地方的这一个建设，好像溪北有一个小瓜点有恰恰文化园区嘛。那文化园区这个已经也投入好几亿的工程，那文化园区基本上也带动了很多的游客的观光发展哈。那未来是比较有可能的话，像我认为在麻豆就是首府大学，可以把它公共设施化，然后一部分是公务机关化，那个对地方也会很有帮助。对啊，讲到这个首府大学退场后的一些后续，那我们知道说委员日前也是好几次，然后都请中央的下来做协调。对，你无协调的话，可能无人会去做啊。无法度，因为迄经费佫伤济啊，对地方政府来讲是一个负担嘛，伊钱要哪来？你着中央补助较紧的，伊着改较紧，相对民众会当得到这个公共这个效益会较强。对，其实讲起来是安尼啦每一个所在会因地制宜啦。伊的对手的操作讲南北对立嘛，你看你看迄个溪南拢有南科，是咱遮无南科，迄条件无共，因为溪南迄阵呢是有1000公顷的这个大塘地，会当去甲高雄车拼，取得南科的所在地。南科也设落了伊自然而然，伊有群聚效应嘛。
吼。像伊欠地时阵，南科3期，伊就想要伫周边找，伊袂去倒位找嘛。啊，周边找伊就找着周边新市的所在地。啊，对手就叫后壁来讲，哦，你啊看，伊拢找去第4选举区。问题新市当阵离我选的时阵，补选的时阵第2选举区啊。啊，重点毋是伫对一搭，重点是，即重点迄所在嘛，毋是我决定的，迄是南科管理局，伊需要第人做决定的。讲你啊看，伊就无要决定咱带咱官店，哦，就决定去即个迄个新市遐，你啊看，伊拢做哩，因为我大眼眶，做哩伊家己的选大的所在，啊，就拢一直制造即个矛盾嘛。啊，我带哩眼眶。是迄阵眼眶厝继续啊！我无搬去我的选举区，是因为这样的厝价悬啊，系啊，这道理足简单。啊，带哩到以外，我就是讲应用的是我的困眠呀，我困眠少，我的工课要做好，工课做好较重要嘛。啊，问题你毋是讲像一般顶的迄个科学园区吼，毋是讲咱要画一块地就当画一块地，你爱看讲吼，科学园区有需要无？科学园区手头伊佫足侪这地。啊，毋是讲遐一定袂使去，嘛是会当去，但是土地的处置通常是上好是大塘地单一所有权人啊，迄较好处理。啊，你按这所有权人足侪只复杂，你要整合遐所有权，你就足歹处理啊。所以讲，你的所有权土地足歹处理啊，你更何况后壁的水啦、甲电啦吼，这讲起来实在是大工程嘛，毋是遐好处理。那严格讲起来吼，像讲溪北拢无交通建设的讲法吼，市政府嘛讲无啊，我编290几个有建设啊嘛是足多啊，啊大家讲的伊就无要信啊，伊讲哦，你啊看南部拢有铁路地下啊，铁路地下古代靠天在时代啊，含你要遐有铁路地下有算，铁路地下有算嘛算落来讲1000几亿啦，啊高价，你讲高价吼有100外环高价，那你要看咱遮有100外环的高价需求无？你爱摕嘛，毋是讲遮有的拢全部 copy 去嘛，毋是安尼嘛。这就是我举一个例来讲吼，像新德市、新德县遐嘛，毋是安尼发展模式啊。像竹科，伊就是发展竹科，伫新山区。啊，竹科北边面呢，就是隔一条头前区、头前溪，北边面就是竹北市、竹北市。是。啊，竹北市就是一个生活区，吼。啊，所以讲生活伊就伫竹北，啊呢上班伫竹科是南边面嘛。啊，同款的道理，咱将来拄啊好有一条闸门溪嘛，伫南边面拄啊是新山区嘛，啊生活区到北边面，啊北边面你嘛会当因为南科得到一寡南科的即个红利甲效应啊，啊即个红利甲效应出来了，咱台嘛咱增加一寡公共设施啊，我嘛是用南科的效应来要求中央讲吼，应该爱设立社会主体。啊，中央嘛当然啊呢，就是嘉义将是爱有一个社会主体，迄占地是3角塘的地，离延平路甲嘉北路，嘉义的延平路甲嘉北路，遐有一块920坪，吼，的即个肉地啊，政府出的地，顶头佫有要地上物，佫有差不多200户，吼，啊，这200户造价爱8亿1千万，啊，这个政府开的钱啊，啊是按哪？我用这个理由来要求会通，伊讲因事实讲有感受到南科的效应啊，南科的效应是安怎样啊？你著看有塞车无塞车就知影。西港大桥有塞车嘛，所以有南科效应。系啊，有人讲无啦，无南科效应，啊无南科效应，该会塞车。系啊，因为这种自相矛盾的讲法嘛。啊，其实你要承认有南科效应，你去中央要比较多的资源，这会比较容易。我得现在用这南科效应去讨到这个吼。超过8亿以上的这个社会主体，这社会主体有啥物好处呢？这个社会主体就是讲，互少年人有所在通徛起，吼，有所在通徛起，以后你遮地方的少年人愈来愈侪，对地方好。第二呢，对这些少年人呢，免排贷款排甲平喘，吼。第三，你嘛袂造成吼房价吼愈压愈悬，小财人买愈来愈悬。因为之所以会按这个南科效应吼，外溢加几溪北遮来。上介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呢，永康遮甲安南区遮，伊的发展相对较饱含嘛，伊来伊的房价相对较悬嘛，三来伊的即个交通成本嘛较大嘛，因为我正也要去西遐搭车，要离南科上班，我1点钟，等下搁搭1点钟，常常袂好，伊估计就买去吼西港嘉义，实在是讲呢，满豆关店，甚至有人买到为玉井去呢，系啊，啊玉井来，伊的交通足紧的，出去了20几分钟就到南科啊，所以说，而且房价又很低，所以之所以会有这种外溢效应，其实是交通，还有房价，
等等吼。啊，你按这个相对交通成本低，然后房价压力小的所在地，会当形成一个生活区，形成一个南科的生活机能区，安尼较好歹。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式嘛。所以讲，我会感觉无一定用 copy 的方式去做。无共款区域的方式，你有我就爱有，要因地制宜啦，因地制宜吼来思考这个问题。对，啊，徛伫溪北这的部分，当然我会当讲，我去处理迄个建设是无咧分南北的啊吼。就讲这个所在有需要做，咱就来做这吼。啊，更何况吼，佫有一寡足基础的建设，大家无一定看会到，是讲治水的工程嘛，迄治水的工程嘛最重要。对啊，治水很重要诶。啊，农水路的部分呢，迄敢毋是建设？啊，所谓重大建设是啥货？对人民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迄就是重大建设。若是你做建设无法通解决人民的问题，迄拢是浪费。对，迄拢是浪费。你个大建设你买变文字馆啊。对啊。所以讲。不要迷信那种大而无当的东西啦。好，讲家伙家就大，咱遐嘛爱做些就大啊。问题是爱看有需要无需要。啊，一个无需要的所在地，会建设你啊搬一下，其实就浪费。对啊。嘿啊，我是感觉。对，我是感觉吼，我是感觉这是爱互咱所有这选民看清楚的，毋是你要这者对立讲吼，这者。对立吧，然后形成那种剥削感。你看我为什么这样被亏待？那边对这边比较对呢？我是觉得这条 K 吼叫闸门 K 啦，这条 K 是咱台南县古代台南县的母亲的集合，生命集合。这条 K 是真正讲，会当咱周边的物产会当足丰富。你也看山影啦吼，文旦啦吼，落来啦吼，你看足济水果拢差不多这个所在地，伊毋是对立的界线，伊是生命来源。我感觉选举毋免选甲安尼啦，我感觉是真遗憾嘛，定爱去解说遮迄个乌含的代志吼，系啊，定爱去解说遮吼，即个吼白贼的即个吼内容吼，即个甲甜头拢黑白讲哩。对啊，毋过你无解说嘛袂使，嘛袂使，无解说嘛袂使，对，就是真正有人会误会，所以讲我特别去出迄个文宣上。出足侪文宣啊，农产品的文宣讲互大家听，讲我迄个农民我争取偌济权利啦吼。啊，实际是讲我做偌济建设，你看我做一本，互大家看，吼，啊，这做起来其实讲起来吼，这一本绝对无够的啦。若是我做的物件，一本。只甲重点先放我重点就先放。够足侪还未放的。系啊，够足侪还未放啊，总是互大家知影，互大家知影，徛伫中央我法案。该修改，我爱修改。上农保的部分，34档无修改的这个双重补助费，为15万3，起到30万6，15万3起到30万6，等于2倍。嘿，迄个生囡仔补助是2万400变3万6万1200变3倍。毋过头前迄条吼，较侪人用会着啦，嘿，因为人总是迄一工嘛。咱后壁这条呢，就无一定会生，即生较少吼，就较用较袂着。毋过像咱的老农津贴每年嘛会当变到8080啊，7650嘛拢增加。所以中央的政策、福利法案地方的争取吼，其实佫足侪啦。教育建设、教育的部分吼，像迄厨房啊，迄个咱的厨房以大带小，中央厨房可以照顾许多周边的学校的这种中央厨房的营养午餐，这个很多我们都有去做。但是呢，其实老实讲是讲不完，讲都讲不完了，怎么会是零建设呢？对啊，所以到底刚有更神就是大家听就知道，然后看那一本文宣对，有兴趣就是可以去看那一本文宣其实上网查一些资料也都有啦委员其实真的很认真在勘察，然后在地方有在做事。好另外咱知影讲光电案，这嘛是对手一直咧甲你攻击的一点日前咱委员咧嘛有召开记者会来做澄清，这一定要讲好清楚，无大家误会就嗨啊。所以当初是迄个7股的大潮沟自救会会长李和田。伊嘛有出来说明这个事情的原委所以咱今麦先来看这段新闻报道。立委郭国文伫议员蔡立青、黄兆辉以及7股大条沟自救会长的小厅召开记者会。立委郭国文表示，家己插政治超过10年，毋捌看过一场选举遮尔济乌函。对今年9月开始，一波一波，差不多每礼拜拢出刊来抹黑，嘛有侪支持者相当烦恼。日前，伊嘛家己录影片来澄清，毋过对手却持续针对伊受光电业者的政治献金等无实在指控，
会不得不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嘛无排除提出告诉。这接下来的选战就是蓝绿对决的选战，因为他就是蓝营的候选人，他只是没有获得国民党的提名，却是获得国民党大力支持的一个候选人，绝对没有所谓的尊赖或敬侯，这只是想要操作分裂投票的一个伎俩而已。基本上，他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下架民进党，他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民进党的这个执政的可能性想要进行阻绝。这样的本质跟目标，就是蓝营候选人的他的政治目标跟任务。所以我必须说清楚，让所有的支持者知道，这种恶劣的手法绝对是蓝营一直以来一贯的一个伎俩。我必须在那说清楚。如果后续还有类似的手法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具状提告。为着面对7个光电案的顺利通过，大条沟自救会会长李和田马明卡表示，当时议员陈坤和无主动提案，才是造成7个静电的关键。在强调说，他没有对大潮沟做出什么事，但是什么事是谁有做谁没做，我们这里心里很清楚。因为那个时间点，如果不是郭立委帮我们挡了下来，我们现在真的难怪我们被考核瓦赛啊。我们就只是报名，什么都没有。而且当初很奇怪的就是说，在议会决议之前，就是61线以西不能够开发。为什么他们后来又会同意说要做一个示范区？这个就很争议的事情。这个本来就是议员应该要帮我们挡掉的东西，结果他没有挡掉。停止抹黑，干净选举。面对立委郭国文大动作开记者会，谴责对手陈坤和负面的选举操作。对此，陈坤和回应，文宣顶面所讲的内容拢会当查证，而且有伊签名附证。对手若认为有无实在，会当提告，但都是伊所提出的质疑，拢无看见对手正面回应。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好，所以咱为拄则新闻报道内底有看到吼，为9月份开始吼，选情越来越激烈的时阵，你就差不多逐礼拜拢爱互攻击一届了，对啊吼。哇，那刚才呢，针对这个供电案这个部分吼，那你当看到七股大潮沟自救会的李和田会长吼，伊嘛有出来说明啊啦吼，伊讲呢，迄阵渔民吼，甲当地居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找着郭国文委员来解决的，哦，所以咱嘛来请委员来做一个说明。因为供电案吼，开始就参与主持人讲的9月份的时阵吼，每日1%啦，吼，拢是讲供电的问题，伊来就讲迄个我摕供电业这个现金嘛，对啊，伊也无写出对一间供电公司啊，伊拢无写出来嘛，伊讲拿人手短嘛，那我拿了什么样的人？对，那手短就是哪一件事情你缩手了嘛？那哪一件事情你都没有写嘛？这个就是黑函，黑函不是有没有签名，而且他前2波事实上都没有签名，是后来被我们发现。他是把它避开那个才不会。对，他后来再补，又印一波有签名的哈。那程序上这样子，可是内容上不实也是属于一种黑函的。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这件事情，你干嘛？那你就说我怎么会没有澄清？我还特别为了这个还出了一个澄清文，澄清说我并没有拿任何光电公司的钱。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我也没有退让立场。大潮沟就是我最清楚的例子。对。其实是安哪有大潮沟的案哈，我大家讲起来，大条沟其实得讲来台61以西的地方原本呢。台61以西本来就不能再种光电，这是一般七股还有渔民的诉求。对。结果后来议会又通过一个示范区。那个议会的示范区在讨论的过程当中然后陈科和前面讲一讲，真正要去敲锤子的时候，他人就不在。然后而且那个不在是谁讲出来？是蔡玉辉国民党讲出来说，你看他又不在，那为什么通过这个案子？他还大骂议会是诈骗集团。就议会还是通过啦，还是通过了。通过之后这些。渔民不知道怎么办嘛，只好来找我，只好来找我。那找我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公听会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当地议员几乎都到，就陈坤腾没有到。然后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当天就决议说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先去把它挡下来，然后再把它废掉。后来他就去找了地方人说要去台北游行，然后顺便开公听会。台北的公听会也是我主持的，然后台北公听会我主持之后，就是把那个61以西再次强调说不要再盖61以西。后面的部分，因为这个大潮沟案件已经有
已经进入一些程序了嘛，就是已经给予这个开发许可。是，我在想尽办法把这个开发许可透过质询啊、公文啊、协调的这种各种方式，把这个开发许可给它废除掉。你知道为什么大条沟这个案是这么重要？你看大条沟我去现场看过2、3遍。大条沟的面积虽然是200几公顷啊，但是呢，因为大条沟是为海水入来的一条上主要的动脉嘛，一条沟。伊也涨潮的时阵，伊按这海水一过周边的这个温仔地，会当互遐温仔地当饲，周边的温仔地加起差不多4、5千公顷。你们大条沟你按做供电了呢？伊个日头照无到嘛，伊下骹的藻类啥会的产生不一样的那个光合作用，伊个形态就变去啊。生态变去了呢，伊边仔遮温仔地就拢袂当做。这个是迄个李会长讲的，因的上主要目标，毋是要大条沟，是要按周边这4、5千公顷的土地，拢会当来做种田啦。主要用意毋是迄条大条沟呢，所以大条沟你若冻掉是，互因所有呢，待60岁以上的人，温仔会当继续做温仔，袂去种田，迄影响非常之大。对。讲起来动的是我动结的，结果周边遮有一寡种田的讲，这拢我放心的。我讲我无需要徛中央我是用一个，咱是拢国家拢是用一个能源政策嘛，能源政策要再生能源，再生能源有相反对，这样台面上无人反对呢，系啊，我敢有可能去反对迄再生能源。地方要对一个人要过要互过，迄是地方政府呢，迄是地方议会呢，系啊。议会你偏偏要通过这个示范区，还是你议会通过呢？是你议会放行让它通过呢？而且是无党国民党比较多数啊，是主导通过的。主导通过之后呢，出了这个问题，是渔民来找我，我是把它挡下来的。放任的其实是地方议会，挡下的人是我。结果他现在讲说呢，放任的是我，挡下的不是我，就是讲我做的工课，然后讲不是我做的啊。那是有问题，拢是塞互我，这不是啥货，这就是乌汉嘛，这伊这样就个供电的问题是安尼。我感觉供电，我必须讲供电其实真重要。若无供电，其实就咱无拄则咱讲迄个南科的效应，因为南科这样是渐渐拢爱用迄个绿电嘛，要甲外国做生意，拢爱行 RE， 就是替代能源的路线。你这个方式之后，你一定爱去面对这个热能还开发的问题嘛。但是你热能安怎开发再生能源最重要，你爱去避免讲影响着生态、生活甲生产，这是基本的。我的态度基本上就是安尼尔。系啊，我对这一个中央民意代表27个遐公电的态度，我一向是安尼。所以讲，我有文宣压出嚟啊，甚至我嘛有讲出，我认为再生能源的10大主张，系啊，我要请教恁逐工伫遐骂讲供电正常这唔好，啥货迄唔好，你的主张是啥货？你的看法是啥货？系啊，亲像我知影明仔载佫有一个总统候选人要来。进前嘛侯友宜嘛来，侯友宜来讲的时阵嘛是慢慢断了，伊也无啥物供电的政策啊嘛无啦，伊等于嘛是画啥货画合1、合2、合3爱延役，那合4呢爱重启，柯文哲9月份嘛来看一遍，合1不好，合2、合3爱延役，然后合4要总体检，两个个上趣味的，一个话讲咱是一般定在民进党是2025，再生能源70%，柯文哲话2030再生能源就要40%，然后呢，迄个侯友宜讲再生能源2050 67%到民进党差不多嘛，你两个拢画再生能源的比例遮尔啊悬，我无你太阳能电板的，太阳光电板你要哪处理，暗场你这边哪处理，你的态度安那？拢无讲嘛，就是画考，你讲拢画考好尔，系啊，拢无讲嘛，系啊，大家都来蹭声量来骂吼，骂互一寡不办的人听了爽，问题有解决无？问题嘛是无解决啊，系啊，无咱就讲一件嘛，有对一个政治人物按真正是个公电人来动起来，台面上就我尔，就是大条到这个案尔，佫有对一个案啊。这个案是上大条的嘛，这个大条个案是影响上大的嘛，系啊，结果讲我供电案是我去放任的，我是一个民意代表，民意代表是监督权的啊，
伊无行政权，行政权甲是讲申请的人，民众要来申请来，我要互你过，无要过，这个行政权。对，嘿，迄是行政权，我是监督权。什么人去公部门上什么案，我哪会知影？我怎么会知道？系啊，我怎么会知道？说什么只要我出声就过，那我靠，这厉害！系啊，我都无这厉害啊！系啊，系啊，啊大条狗案嘛是渔民来催我讲，哦，到这个案是安尼，无合理，哦，影响到迄个生态，哦，啊影响嘛着生产，啊嘛影响到渔民的生活。我讲啊，这袂使，这个案安尼袂使过，我就用足济方式全力来动好起来。结果渔民讲伊走庄几冬，因走庄3冬诶。走头无路，找无人来斗3工诶。啊，伊遐拢7个人啊。对啊。啊，当坤河嘛7个人啊。系啊，啊是咱哩无信用咪来找我，伊讲来找我即个官庙人，嘿，伊个逐工咧讲我外地人，是来找我，啊结果是我来动起诶。是安尼，系啊。是。啊，这个政治人物红信任无红信任嘛，我3个月来就要处理掉。我3个月就把这个大超过案把它挡下来了。我用3个月时间呢，因定金3单，我用3个月。啊，所以讲是安那李和定会长会愿意出席我记者会，这道理就简单嘛，因看有嘛，像真正徛伫的立场，吼，像真正徛伫渔民的立场，是，嘿，啊，像立议会真正爱表决的时阵，人讲无去，嘿啊，这大家思考的所在啊，对，系啊，所以会长话讲啊真清楚啦吼，所以针对的这个光电案吼，咱今仔日伫节目当中哦，委员嘛甲咱说明啊足清楚啊吼，哦，所以呢，即马选举真正就足激烈吼，啊，那你怎么看你的对手？这个陈坤和他就是陈坤和议员嘛吼，伊一改要参选啊，那么一进前其实是挺民进党诶，后来呢变成不动参选，然后又变成国民党挺他啊，你看这个状况，你也看法安怎？伊过去定位上是民进党的这个算较热情的支持者，啊，民进党嘛毋是讲搭开台，民进党嘛捌互做过任务型的国台啦，对，国台，任务型国台。啊了后呢，伊伫顶届的议员的选举脱党嘛，系啊，啊脱党参选了，选掉了，就一个骂民进党啊嘛，系啊，你即个黄伟哲互骂到无一底好嘛，系啊，啊了后即届就用国民党来推荐的方式出来选举，啊其实伊相当有责任嘛，因为安南区内底开发袂少土地，嘿，伊嘛做过建商工会理事长，嘿，啊历史的部分我知影接案已经较少啦，因为这样的本业应该是建商的部分时间投入较济，啊即届要出来选。伊就用足侪步数，这步数其实甲国民党的步数拢类似，就是挖乌啦吼，啊讲白贼啊，拼性命后边来攻击啊，即种拿赢的手路，拿赢的手路最典型的就是用即个模式嘿，啊所以讲伊即阵呢，就是结合一寡，就业国民党系统差不多拢停伊嘛，迄甲李全教共款，李全教嘛知影人是伊即届挂虽然无挂民进党，无挂国民党。啊，实际上，咱嘛知影国民党拢支持，对，伊用无党的身份参选，啊，伊嘛，当权嘛用无党的身份参选，啊，背后其实拢是啊，所以讲，伊的竞选总部成立的时阵，拢差不多拿赢的人去嘛，两届也去啦，啊，全教也去嘛，系啊，啊，迄个台南市党部主委更加免讲啊，所以讲拿赢这样是的一寡人拢去挺伊，嘿，这是不只清楚的代志，啊，我会感觉民主政治本来就是竞争啊嘛。啊！你竞争你会当按你的主张提出来讲，你像我即几档内底对一项做了较无够，你来做较好。啊，你毋是啊？伊讲你逐项拢无做，嘿，即讲会过咧。我就想要送一本讲，我做了啥货。一旦改加过。系啊，啊，伊讲我是讲，我讲实在，伊讲啊，你也感觉讲我做对一项会当做了较好，啊，我嘛会当接受一款的意见跟看法嘛。我这毋是袂当探讨的。啊，但是讲起来吼，伊全部拢是用，我有做的对的物件，伊拢全部来打叉叉，啊，现阶段有问题，拢全部杀来互你，这样就是即个手路，我看到是安尼啦。是。啊，等等呢，我会开足侪时间去面对这谣言的即个吼，即个说明，吼啊，必须要即个澄清。对。即届选举是我过去吼，我辅选过。我是20几岁我就开始帮人辅选，到家己参与政治选举运动，我差不多13、10档啊。老实讲，我毋捌看过遮垃圾的，遮垃圾的即个选举手路啦。
嘿，这垃圾的选举出路，我现在第一开看到，嘿，就是一直来抹，一直在你后边讲，啊，一直在你讲，啊，伊就派一个历史的方式啊，啊，讲伊正派啊，这个模式选举够正派咧，嘿，啊，佮讲伊无懂，伊甲是无懂，规个后边拢拿去支持啊，甲是无懂，所以其实讲起来吼，其实真可惜啦，啊，但是。总是爱面对，因为这就是个民主政治竞争的过程来对嘛。系啊，我讲的这拢是属实，我讲的物件我拢负责任。我面对的是这款的对手。系啊，这只有会当交互选民来做智慧的一个判断啊。对，没错。所以其实选举就是竞争激烈，然后。大家应该是提出一些政策来辩论呐，或者是说怎么样可以对我们的百姓更好，不是说一直公人安诺公干好多，好像大家都搞不清楚这种乌贼战这样子，对不对？哈，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委员来说明了哈，大家应该就有了解点哈，到底有在做代志无哈，大概看嘛知啦哈。好啊，另外咱也当讲台南市其实近年来又发生很多重大这个治安的事件，包括这个88枪击案，另外就是议长贿选案、卢渣案等等，啊民众可能会对着讲吼，哇，开始发生看你这案件吼，心中都存在一些疑问，啊，这会不会影响到选情？我简单讲几个例嘛吼，你像议长、副议长的代志，这样是司法咧审查嘛，迄就交互司法处理嘛。北白的部分，警方已经破案了嘛，背后的这个首谋是啥物人？主嫌是啥物人？王文忠啊，对，王文忠较上好，王文忠甲李全教上好嘛，伊现在甲全教就好，较早杀白去消去。中国的，就是因两个做伙合作的嘛。甚至呢，李全教的这个供电案的场，我昨个听一个议员咧讲，是设立王文忠的公司内底啊。你看两个外捌字。全教啊，即间个专利挺单宽好。全教啊吼，伊个呢供电吼，伊个做足济。嘿，伊供电呢，嘿做足济啊，嘿啊。供电做足济，一个反供电的，伊讲伊自称反供电的候选人，甲即个供电做遐济人，讲。评价这样好，你袂感觉足奇怪嘛？系啊，所以讲这种规官拢难的啦，这规官拢难的。所以讲我感觉讲吼，这个部分哦，伊讲迄个庆案的代志，迄就是警方嘛，来就是司法嘛，这嘛拢司法，进入司法一定。罗渣案的态度我就简单啦，罗渣案虽然毋是我的选举区，迄是客家，一部分听讲佫有伫后壁，吼，我就简单啊，我捌甲迄个黄市长讲过啊。全部清啊！全部清，你就讲我为客家开始清，我全部清。嘿，我主张来讲全部清。很好。有炉渣我就全部挖起来。对。挖煞了呢，只要民众检举，我就现来看。后边啊，讲有，我就全部来挖起来，全部清。对。我态度真简单，我炉渣你也要叫我讲，若是我选举区内，我就是全部清。今仔毋是我选举区内，我要哪讲？我甲人讲，假要讲，你遐全部清，我家己选举区的大干哪啥咧管顾袂了啊，我有可能叫管家位客家去，管家位后壁去，对无？你也问我的主张就是全部清，毋免想啥货，全部清，就是安尼尔。这一点应该很多民众都赞同对不对？这个全部清嘛，你炉渣你就无应该放伫农田内底嘛。系啊，就最简单的啊，无得了清，全部清，向台发响啊，系啊。就是简单的啊，这个免讨论啊，这也免用透过行政程序啊。但是我等下台南市政府已经有咧清啊啦，已经有咧清啊，就是一位一位清，你来宣布讲我全部清安尼啊，看谁个刚来倒炉渣，我掠着我就是清，我掠着我就来发安尼啊。太多了就简单，你太多下出来，要后爸母的就唔敢来啊。对啦，无毋对，好，所以呢，即届吼是总统和立委做伙选嘛，顶一道呢，你第一届咧选立委吼，补选迄一道，我们看到那个副总统赖清德哇，就来甲你安尼呼选吼，互人看到讲哇，真感动呢，伊对你很挺，吼，那即届你看这个就是赖副总统他现在要选总统了嘛，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结合，然后可以在地方啊一起来辅选，一起来造势？即时一阵无啥共款啦吼，迄个时阵我是等于讲是。全台湾刚好4个选举区咧补选，因为我的选举区较特有代表性，就是讲因为是绿营当中的绿营，迄阵呢，佫是迄个韩流相当重的所在。对手谢龙介。对手佫是真谅解迄个时阵其实不止台湾咧看规个甚至是关心台湾的政治的外国的，拢去看讲，绿营这种的变盘的。并了就可能有一寡骨牌效应，会影响以后其他的绿营会崩盘安尼啦吼。所以讲，迄局呢，其实赖副总统嘛知影讲吼，迄个局势吼，
无救袂使，无论如何一定爱固守好起来。这个民主的阵营一定要固守好起来，用开够济时间。较主，我讲一个小故事，讲较奇怪的是，这段时间是台湾的算枯水期，较无咧落雨。不过赖清德副总统，迄当阵行政院长，对，来到我府选就落雨。就落雨。迄其实真正足奇，我到这个想无。天降甘霖啊！就是想无讲是安那伊来着落雨因为你迄阵是台湾的枯水期，较未落雨。对对。迄段时间伊来着，伊并来着落雨。足奇怪。落雨，咱嘛是爱去啊。徛在路口下手啦，伫车队雨中迄人拜票迄个过程内底，我去点点滴滴徛我补选的是遮尔艰苦去剪出来，只有罗副总统3天逐个都要支持。其实讲起来我歹势讲，我为补选调3月16号调，迄天2019年调了，我到即阵我是对经营我的选举区。对民众，我拢抱着补选的心情去面对。我拢抱着补选的心情去面对我每一个工课，每一工。其实我离我的赖的群组内底我在记录事情的那个群组叫写什么呢？我只写2个字。2个字。补选。补选。对，互你记起很多事情。我就是用补选，刚我用补选的心情来讲，我什么代志也袂做，我的代办事项拢写喺我的小群组内底，迄个小群组叫补选，所以讲我是逐工拢用补选的心情来面对我的选举区，来珍惜过去大家互我的这个支持甲疼痛，所以我每一天都要很负责任的输入，说我哪些事情该办而未办的，来提醒自己的那个小群组叫补选。那只有我一个人的群组，只有我自己记录在这边。它很重要，补选。我到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时困说，或者有什么代志要处理，我就背起来，输入起来，输入在我那个补选的行程。这里我对政治的态度，让我们听到了一个很感人的小秘密，因为补选这样铭记在心，对不对？一种感动，然后随时警惕自己，要抱着补选那时候的那种心态，好好来为人民做事。对，你要用补选的心态来面对每一天的政治工作，我不会再期待每一次都是由赖清德来辅选我，因为赖清德有赖清德，这阵的角色跟迄阵的角色无同款。对，伊这样嘛是候选人啊，伊跟我候选人，而且伊选举区佫比我大，伊要看过的立委候选人佫较济，因为咱将来要希望喺国会过一半，所以到这阵为止，赖书来我的场加一场，对，顶礼拜日，10月22号，原定呢9月17就要先来我的场，我来邀请。迄阵呢，就是要去咖喱，但是伊为着要照顾其他选举区候选人，我要用录影的，我对咖喱的朋友就歹势，为了要来看，讲我甲无来，甲看录影安尼，我真歹势，因为着国会过半。对。到22的时阵，这个22的时间嘛是决定的时间。我10月17拄喺山区成立煞了，我原底这个竞选总部是要11月份的。伊讲我无时间啊，我讲1天有时间。无时间。咱当然爱就总统候选人嘛。对对对。你就总统候选人，伊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时间，咱全力来配合。结果迄一天伊大进场的时阵行袂来，伊起嚟台顶讲，国文，咱他都要要来进场，差不多30分钟还差不多。哇！伊尾也补充一句讲咧，这是全台湾台湾会行过一场上大场。哇，对。你迄个大进场迄个过程内底，当感受到台湾台南的这个乡亲对于是我尔疼痛较支持。有感受到迄款的热情，所以讲嘛，讲出足侪伊的想法，甲内心的话，来做一寡分享。当然一定有到肯定的嘛，肯定我去争取了迄南科3期啦，肯定我去争取迄个 ABCDENO 啦，互迄南科的效应更较强啊，甚至嘛，迄头肯定讲我去去拼讲要争取到迄个台积电，要去龙潭迄个案，等10去了。1.4奈米的，敢会当刷来台南？伊嘛问乡亲讲，要刷来台南好唔好？大家嘛讲好，到时唔好。哎呀，你得当互南科的效应持续进行，因为毕竟我是伫南科区嘛，所以讲你这个部分内底免让互南科的效应创造更较侪的边际的效益，创造更较侪南科的红利。但是同时伊嘛面对一寡问题，水的问题、电的问题、交通的问题。定公共设施的问题，爱去面对，安那处理。一边呢，
问题点吼降雨较少，啊一边呢按红利提好上大。台湾话你讲的有一好无两好嘛，咱当然是要按好的用户更较好，啊唔好的部分呢，互用户更较细，莫互遐唔好，吼啊这就是做一个政治工课，啊需要去面对的问题。啊拄好我伫中央，啊民进党佮拄好执政，吼啊加上我过去捌伫行政团队做过，我捌入过过。我入过的时阵，有捌足侪无共款部会首长。对啊，在劳动部较了解规个中央决策的过程。是。啊，资源配置的后壁原理的原则，吼。啊，我自然而然，我较会一寡人讲，奇怪，啊，拜托某人就讨袂着，你甲讨会着啊？我嘛当下讲啊，拄啊好，我运气较好呢，我嘛要当下讲啥？啊，咱就是真正用尽各种方法，按中央的资源会当来看顾咱的地方。所以讲，我即间的 slogan，就是挺台湾顾地方啊。挺台湾顾地方。挺台湾顾地方，因为你做一个民意做一个中央的民意代表，你一定爱挺台湾，这基本的立场。啊，你挺完台湾了后，你要哪摕到更较侪资源，倒来顾咱的地方。对。系啊，这就是讲起来就是，我感觉这就是我的政治工课，就是挺台湾顾地方。是，好，啊，咱民进党伫台南市吼选这个立委嘛，啊，为2008年开始吼，拢是6席全上哦，会当恭喜都打出全垒打。啊，这个委员你看呢？这6席有没有哪一个比较危险，还是你觉得也可以全垒打？基本上吼，那个台南吼没有输的本钱啊，台南吼。你做一个民主性地，以你的责任，吼，甲使命，你落实拢爱调啦，你爱调。我足歹想讲台南吼落实无调的局面啦，啊，但是呢，以6个立法委员来讲呢，大家拢足认真、足骨力、足拍拼吼，大家拢会按这个目标来完成，吼。我相信甲袂辜负到迄个民主性地的这个吼美名。啊嘛袂辜负着讲吼，大家对阮的寄望甲期待啦。所以讲，阮6个人一定会全力按即个落实顾好调。你落实你也顾无调，吼，你以后呢要过半吼，就更加较困难。对。你部分区的当调的，可能无参像4当前安尼。然后南部的即个选情，吼，当然会当爱求较侪实数。那其他所在搁3天挂，吼，嘛是爱拼国会过半。真正讲的，我一寡阿伯啊讲吼，讲总统若出线，国会无过半，总统嘛是糟蹋通看啦。对。嘿啊，所以讲这条真过去，毋是无即个例。朝小野大嘛。迄阵的即个吼，陈水扁总统的时阵，就面对即款的条件。你要看一个军购案，第一动19件，吼。啊！伫网络上诶群组内底，咱有看到讲，迄流传讲赖清德吼，有一段时间做干事长，党团的干事长，甲国民党的费鸿泰，而遐大声声骂，甚至用扯的哦，捌遐久就捌看伊咧扯，规个人拢掠讲啊，他完全没有顾及形象的情况底下，豁出去了嘛。啊，像阵来动军购案，你对动。立法院内底一个定数委员会，伊也无来排面，你其他委员会你也免收啊。因为定数委员会来动到30几届，迄阵赖清德就掠讲啊，掠讲到迄个程度。啊问题咧，伊嘛照常来动啊，继续来动，30几届根本动到69遍。系啊，你所以讲即届大家就深深感受讲，你国会也无过半吼，就提出一个国会不过半，浅见照一半，就有这种讲法，所以你要看无照浅见，他嘛是30当来，你不管对一个政党，对一个人做总统，徛台湾的安全，拢需要这个浅见。不论是泄露国防机密的这种争议案也好，对，或者是将来国会不过半所产生的这一个变数也好，这些东西大家要去面对，该是思考的啦。所以讲，我也足期待讲明年将会13号吼。台湾人真正爱用智慧啦，好好思考，什么人当选对台湾的区域安全和平较重要。这毋是为着赖清德会当做总统，无要做总统；这嘛毋是为着郭国文会当连任，会当连任，还是民进党会当执政，会当执政。这真正是爱思考台湾的未来。
这个安全，甲开一个和平，自由民主的价值会当坚持，袂当坚持，台湾会变做香港第二，还是袂变做香港第二，会当维持台湾的原有的这个体制，我感觉这是上大家思考的。好，那最后要问委员一个问题啦哈，因为外界有传闻说有60%的民众想要下架民进党，然后最近又有蓝白合等等这些议题，列况会是安怎？下架你要看下架什么理由嘛？你要下架什么理由？民进党哪边应该被下架？你要罗列出来嘛？你要罗列出来，你要罗列出来说民进党哪些需要被你下架理由？老实讲，我听到去喊下架民进党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理由？没有讲非常具体。民进党你从整个财政纪律，国家的总体财政纪律来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蔡英文举债最少，相对于马英九1兆7000多亿，我们举兆4000多亿，而这个400多亿，不4000多亿，这4000多亿当中，明年可能还会再降低。经济成长率有哪一个时期蔡英文执政最多？执政的经济成果最多，然后还有包括两岸和平的部分，蔡英文有没有讲过哪一句话去得罪过对方？都非常的稳定啊。然后国际的对我们的肯定，台湾在国际地位的一个提升，还有国际盟友的一个增加，都是有史以来突破的。那你要告诉我用什么理由来下架民进党？如果你要下架民进党，民进党如果真的做不好，他当然要下架。对。可是，在总体纵观的从经济、国际关系、财政等等，老实讲，民进党都做得比以前好了很多。好，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委员你跟我什么话要跟咱选民讲无？来，拜托支持，因为我的选举区真大啦，我的选举区用我小做一个小改哈，我的选举区东边上山的部分呢，南西、玉井、南华、泽定，这有当时啊，大家唔知我选举区有偌大哦。这山区迄4个区，就是讲足侪水果啦咱的山野所在，迄个我选举区。另外呢，大内嘛有新山山野关田嘛是，迄种我的选举区。来就是迄个文旦、麻豆我的选举区。来较固有的南科区的部分，就是咱的迄个显化、安定、甲三雄。来就是海边，较外海边的七股、西港、嘉义，我总共有13个选举区。但是这个13个选举区，未来拢是大南科区，因为南科的效应会生产到这周遭来我的周遭的这个选举区内底，中就拄啊一条河，就是闸门溪。这个闸门溪的这个南北环，多数是拢我的选举，拢是我的选举区。希望这个南北环未来这个发展，会当随着南科化，会当愈来愈好。哪来哪进步，哪来哪舒适，哪来哪大家人去搬来这个大甲佚佗的所在。谢谢委员。咱选举接近传闻愈来愈侪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咱听完董事长的说明之后，应该大家心里就有数了那大家选民呢，把就爱挺有金选对人哦。好，再一次感谢委员到节目当中，谢谢玉纯，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市民时下伫遮过一段落，咱再会。